章是太重要了。虽然简单的一句话，但是我们修行的尺寸、修行的标准、修行的要求，就在这几个字而已。安分守己虽然是老生常谈，但却是处世及修行的根本。你有时候大谈阔论呢，什么大道理呀、大学问呢？你说你是多么会修行呢？但是你没有安分，也没有守己。安分，你把自己的本分遵守住，我一定要遵守，我不能去违背。我们该做对父母尽孝嘛，对师长要恭敬嘛，讲话要守信用嘛。我们要有忠孝仁爱和平嘛。忠，你做什么事情都对单位尽忠嘛，不能违背，不能陷害，不能叛逆啊。孝，对父母要孝顺，各位对不对？仁爱要仁慈的心，慈悲的心肠，对别人要有怜悯心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具备，这是你的本分呢。做人应该有的道德观念呢。仁爱，我们人要博爱啊，对所有的众生要平等的对待，信义和平。你讲话要不要守信用啊？要啊，一定要讲信用啊，不要胡扯吧，不要今天讲这样，明天不一样。这种人不守信用，那谁能够依赖你呢？义就是不要去损做人的基本原则，不能去违背它。对人一定要讲道义，讲仁义，各位对不对？不伤害自己，也不要去伤害别人，不要去利用别人哦，不要去勒索人家、敲诈、欺骗别人。你不可以危害社会，你要安分守己，把自己要守好，身口意要守好。虽是老生常谈，虽是我们平常都在说的话呀。大家也都是这么提倡，用这一种论调来训诫下一辈的人，切是处世及修行的根本。虽然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但却是我们在人世间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之道，以及你修行的根本。你要修行，要跟佛相应吗？你要能够解脱生死吗？最根本的，你不能去抛弃它呀，不能舍掉它呀。你忘掉了本分，那你想跟佛的道心相应，要契合，很困难的，很困难的。所以我们人讲来讲去，就是自己本分守好。我们一定要充满着爱心，充满着道心，充满着菩提心，一定要这样做。那么你修行就能够相应，一相应，佛龙天护法随时在普照着你，照顾着你，那你修行就没有障碍，一帆风顺。各位，你们听明白没有？好，非常感谢大家哈，阿弥陀佛。